来，小帮手，音乐暂停。各位线上朋友，来，各位扫电的朋友，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，全部洗版。想知道3个字。来，想要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的，全部想要知影录起来。来，所有人想知道发生什么事的，全部录起来。全部先洗版。想知道3个字。所有人，荧幕左下角麻烦姐公开分享，干大事。我等一下有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。好，来，目前线顶的朋友差不多900个左右啦哈，对不对？对。小帮手分享次数就会报出来。来报出来。7，你搁讲一次好不？你确定？你有确定无？你确认过你的神？900人，来，现主是900人，几个人分享？69。70啊。70。来，所有人，记得我们上礼拜怎么直播吗？有人会记得不？来，有没有人记得？记得的帮我打记得啊。上个礼拜六，啊，我跟老邱2个人有咧直播，有看到阮2个直播无？有人有看到无？有没有人有看到？来，有看到的才有。有没有看到？有看无？我跟老邱2个人直播那一档直播，有没有人有看到？来，所有人全部开始公开分享。来，所有人左下角个人版面分享几次？来1次。来，各大社团分享几次？来3次开始分享，麦克科鲁，麦克华语啊！大家晚上好，所有人先公开分享，但有一件代志要甲恁报告啦。恁拢无看到顶礼拜的直播就对啊啦，无要紧啦。哦，来，线顶朋友甲恁报告一件代志啦。来，恁先分享一下吼，因为恁无分享，恁等会足突然的。我讲真的，恁会足突然的。我来讲，你万分你家己365天。来，那个刘嘉义大哥讲伊无看过啦吼，顶礼拜无看到，无要紧。没关系。哦，来，黄大茂讲有看到啦，嘿啦，啊，搁来吼，有人讲非常非常严重啦，无毋对，这动作严重诶。非常严重。哦，大家都记得嘛吼，来，没关系啦，这一档直播没有分享的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绝对。为什么你知无？等下你就知啊。等一下就知道了。你永远看直播要记得一个概念，直播看到最后，你才是赢家，没有错。所以你认为人拢去分享出来，来小帮手，分享次数报落。121啦吼，会记哩啊啦吼。有人知影顶礼拜安怎直播呀啦吼。来，中间那一个怎么没打雾？因为他怕痛啊。对。哎呀，他怕痛。怕痛。哦，来那个陈守养没关系，你喜欢看谁的直播你就去看。一共太多了，我要去看馆长。OK， 你赶快去，没有关系。所有人有分享的，有看直播的，现在打已分享3个字，先刷上来。录起来。小帮手，
俩关键字已分享3个字，全部了出来，来，所有人先刷上3个字已分享，全部了出来。全部装。来，有分享的再打啊！爱有分享的哦，无分享的无要甲撤销啊。来，不是要找峰哥要钱哦。我跟你讲哦，那个谁，董大哥啦哦，感谢你对天风甲我这个直播台的关心啦。但小弟要甲你讲一句话啦，我就是我，阮这台就是阮这台，啊，莫规工哦，伫遐咧天风唔天风的啦，天风咪恁阿爸嘛咪阮阿爸啦。来，凯宾哥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可以跟我说生日快乐，歪大生日快乐啦！来，又有人评理了，来，几个人分享啊？有出来就好，安尼就好，几个？哈？我掠到伊25全部印出来，我都印无？这边我有印无？这台敢若袂使。无，我都印这边印出来。来，无要紧，25位啦吼，来25位名单念出来。吴炳宏、陈冠佑、吴炳宏吴哦，炳宏， CH、朱洪纯、陈晨、杨恒志、赵白银马、徐梦红、姚可怡、张仁杰、李建新、李晓明、车太选、LIJENG、刘南君、黄维维、林小璇。来，以上有念到的名单啦，等一下，好，自己去后台，我有一个神秘小礼物送给你们。顶礼拜阮咧直播，我所有的物件拢摕出来乌白送、乌白卖嘛。无错。线顶的朋友有印象啊未？安尼现在有没有印象了？有印象打有印象啦。来有印象的，拍有印象啊！来，现在有没有印象了？安尼讲有。我上个礼拜所有人全部东西都乱送乱卖啦，安尼有印象无？有没有印象了？无唔对，这档直播嘛是同款，人要针对我嘛。我顶礼拜，我上个礼拜六送东西送完之后，我们这一台在直播界没有干嘛，就是被网络霸凌。你就规工针对阮这个直播台嘛？每天针对啊，你是针对啥小对啦？无？是不是？啊，毋就像你讲的，阮会使了1、2天尔，无就连续了1礼拜，了后你看，阮就了你看，烧钱一直烧，因为黄英男神封锁来上课。哦，黄英男吼，感谢你入来看直播啦。啊，小弟啊，这台吼无适合你这个这么高级的人物，欢迎你来看，你知道吗？这你啊高级数的啦，你太高级了，我们这小直播台承受不起啊。承担袂起啊。出去好啊，你莫入来阮家啦。来，小帮手，哎呀，上课了啊，上课。拜拜啦吼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啦，我们从上礼拜开始，我们的直播台一直被网络霸凌。有足侪线顶的网友一直笑阮啥啊？胡凯斌啦，敢若会晓用胡凯斌直播才有法度人数开起来啦。恁北京用倒一个粉丝团？胖A504粉丝团，共款啦同。款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要用什么粉丝团拢共款啦。都一样啊。这叫做啥？你知无？来，线顶的朋友，关键字能力恁家己录哈。这叫做什么字啊？2个字。就2个字而已。就2个字而已哦。阮无扣啥啦，扣2个字尔啦。就2个字而已啦，你家己拍下来啦，关键字啦。斌哥大腿很痛哦，还好啊，到这里的时候要到该边的时候，痛到唔正面，要么哭出来尔。哎呀，搁一啦，搁一啦，膝盖的后面啦。哎呀，昨天有一台直播又在干你们啦，又在损你们啦。永隆哥，我知啊。我们在直播界一直被网络霸凌，恁爸已经足了解，迄拢无要紧啦，凊彩啦。随便的啦。啊，无要紧，咱是有素质的直播台，对不？咱无咧凊彩黑白讲黑啦，对不？不是人气啦，不是都不是，也不是义气就啦。靠2个字而已。好，你咱无咧上课。来，迄个吴佳敏，吴佳敏第一个录的嘛，对啊？无唔对，阮靠的就是实力能力尔，无啥，就是实力尔。就是实力2个字。就是实力。来，吴佳敏大哥有没有分享？来个看嘞。来，吴佳敏大哥，我置顶者。来，再打再。再打再。来，吴佳明有对无？来，再打再一下。来吴佳明大哥再喊再，来有对无？没有错，就像凯宾讲的，实力2个字而已啦。安尼你有了解无？来，刷点朋友，每一个人再一次公开分享啊！来，佳敏有没有分享？来，我过去。有分享无？有佳敏，你有贴无啦？有有的。
没正亏啦，你俩小胖哥啊哎不是啊，也不是男神啦，郑伟哥啊，卖安尼啦。哦，都讲2字尔啦。来，吴佳敏大哥，你有爹啦哦，感谢你入来看阮的直播，无唔对就是可惜你尔。来，阮伫台湾的专柜哦，我们的手机店，我旗下差不多5间手机店啦，来就5间而已啦我。有在做批发，这个行动电源台湾制造的，哈。台湾制造，日本电芯，来，吴佳敏，你第一个抢答上对的嘛？没有对吧。错。有，送你这啦，送给你一条虾皮偌济，1280尔，俗个靠背啦，送你，运费算我的，来，佳明哥送你啊！直接送你，你送一个，刚刚做闹亏的呢，来，我跟你讲啦，真正啦，送你2粒啦，来，来，我讲真啦，咱讲双对对，互你，大年富贵啊！互你万年大富贵啦，来来，吃2颗，来，佳明哥，我搁送你1粒，啊，我咧要啦，佳明，你是毋是用 iPhone 诶？是不是？来，这条 iPhone 线，若有弹充有啥物问题，无要紧，恁爸总无退钱送你，啊，无啊，我送你免退钱。送你，来，保固1个月，恁爸送你5条啦。来，佳明，咱你有送无？来送吧，佳明哥！送吧送啦！来爽加爽，安尼就是直播啦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哎你咧甲人比啥小人手，你会晓做直播吧？这个才叫做直播，你懂不懂啦？来，佳明，你有送无？来佳敏，你爽加爽，他用苹果的，伊用苹果的嘛，嘿啊，送你5条 iPhone 线嘛，有送无？来送吧开心打开心啊啊！，恁所有的人，搁唔紧分享吗？我搁互恁最后1分钟哦。最后1分钟，他带吴佳敏啊，无分享，我嘛无要送我哦。你唔要，他有分享，他有分享。来，搁互恁最后1分钟。最来，后1分钟，小帮手计时器搞 OK 啊。来继续去，进来隔壁，来，最后1分钟， 1分钟的时间，若无分享，真正谢谢啊！好、羡慕呀！来，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干嘛恁这问题？各位朋友，羡慕啦啊！我靠呗，